Hello， 大家好，我係飛龍。好啦，大家開始聽之前咧，俾個 like 我哋先啦。你哋每一個 like 咧，都對我哋好重要嘅。大家飛龍啊，今日係11月27號啊。咁繼續啊，報道有關大埔雲福苑嘅5級火事件嘅。咁據知喺今早嘅消息咧，就有關呢場火警就造成至少44人離世啊。其中40人咧就現場不治啊，包括一名37歲嘅消防員啊。咁另外有40多人咧就受傷嘅。咁同埋有279人咧就失聯啊！咁喺今早凌晨5點45分嗰時消防處副處長陳慶勇就講到雲福苑嗰8座大廈咧，就一座咧就冇被火警波及而其中4座大廈咧個火警咧就已經受控嘅，餘下3座咧嘅火警嘅消防咧仍然喺處理當中咁整體而言消防員咧就喺大廈內就由較低層部分就向上推進啦。咁搜索方面咁今日凌晨5點嗰時咁消防員已經去到個別嘅樓宇已經達到13至23樓而火警處理嗰方面滅火行動咧亦推進到5至18樓咁預計今日嘅中午或者黃昏到就可以上到天台咁消防員喺過程之中後樓梯就見到冇咁大煙咁所以佢哋就話會盡快快速去搜救嘗試揾翻一啲求助嘅個案咁其中有一棟大廈到天台度已經救出咗2人至於個別大廈消防設施失靈咁佢哋就話要等滅火完晒之後就先可以調查。其實我見啲新聞裏邊報道有啲被獲救嘅住客即係佢係初期嗰時發生火警嗰時佢話住喺低層，佢都困咗成3小時先有人獲救咁慶幸琴晚我見 Facebook 有人就傳雲昌閣1308室就有一名只有3個月大嘅嬰兒媽媽同埋工人被困喺個屋度咁當時個媽媽仲講到佢同個嬰兒已經多次嘔吐但仍然無法及時送院只能喺屋內焦急咁樣等救援咁後尾呢個媽媽就話同人通咗電話咁當時仲個 BB 傳嚟大喊聲咁幸好喺深夜時分嗰時被獲救咁救出之後個嬰兒 BB 仲需要戴氧氣罩協助呼吸咁另外因為呢單火警警方已經以涉嫌誤殺拘捕咗涉事維修公司嘅2名董事同埋1名工程顧問因為根據警方同埋消防清晨舉行嘅記者招待會咁初步佢哋就話調查到建築物外牆嘅部分物料就懷疑未符合防火標準部分電梯大堂窗外亦有發泡膠包封添咁所以警方就以涉嫌誤殺就拘捕咗涉事嘅維修公司2名董事同埋1名嘅工程顧問咁另外警方嗰邊佢有講佢話建築物外牆就有一啲安裝咗嘅保護網同埋保護膜同埋防水嘅帆布塑膠布懷疑就未符合防火標準所以警方就去現場進行調查咁因為有一棟就未波及大廈咁佢哋更加睇到每一層電梯大堂窗外都有一啲發泡膠包封而呢啲發泡膠本身係非常之易燃嘅物品嚟嘅咁所以有機會就係加速火勢嘅蔓延咁警察就話唔排除呢啲發泡膠係導致個火警迅速蔓延嘅原因咁亦相信呢啲發泡膠係由一間建築工程公司喺大廈進行維修工程嗰時安裝嘅咁所以就而家就話有關工程公司負責人就嚴重疏忽引致今次嘅意外咁當然其實都好多人討論即係點解今次一燒就燒咗幾棟咁樣，因為本身呢個屋苑每棟大廈其實係好近嘅啫個距離，加上琴日又乾燥有強風咁好多時跌落嚟啲火石俾風吹一吹出去對面大廈，跟住佢啲圍網因為好容易燃燒到因而咁樣着火就好似火燒連環船咁樣，連續幾棟咁樣着晒火，得好明顯今次一定係有人為嘅疏忽仲記得幾年前黎明喺中環海濱咪有一次搞演唱會嘅，係搭咗個帳幕嘅，消防當時話個帳幕唔合規格就唔俾佢咁樣安裝仲記得嗰時黎明第一場演唱會被逼要除晒嗰啲唔合規格嘅帳幕真係諗下演唱會只係舉行幾日
當時都睇得咁嚴謹喎。喂，呢啲屋苑啊，佢呢啲維修啊，好似話搞成年幾兩年啊。喂，老實講，你年幾兩年一路都冚住呢啲咁容易燃燒嘅保護網啊，其實就非常之危險啦。仲有人一路而家都問緊啊，點解一次過咧要咁多棟大廈圍晒咧？唔係逐棟整完先至去搞咩啫？先至搞到呢一件事件啊，係香港回歸之後啊，第2單嘅5級火災啊，距離上一次咧已經係17年前嘅，上次係2008年啊，嗰時係嘉禾大廈嘅火災啊。但嗰次冇今次咁嚴重啊，今次係非常之嚴重啊！因為呢個屋苑啊有超過40年嘅歷史啦，咁本身係居屋嚟嘅，咁因為居屋好多時都比較難去買賣啊，咁所以呢一棟屋苑咧其實住咗好多老人家嘅。當發生火警嗰時又冇警鐘咧，哇！搞到好多老人家都唔知道當時發生咩事啊！琴日我見有個小朋友啊，應該放學時段咧翻到去屋苑啊，喊得好犀利啊！佢話完全揾唔到佢公公婆婆啊，聯絡唔到啊，即係當時電視訪問咁樣啦，係啊。講真啊，呢場火警啊，喺未發生之前啊，曾經有人啊喺火災前咧就拍攝咗一段片段啊，就見到啲工人啊就踎喺嗰啲棚架，即係而家喺嗰啲做工程嗰啲棚架喺度食煙啊，完全無視啊消防規定啊。咁而家好多人覺得咧，引發個呢件事件嘅主因咧，好大機會都係啲工人食煙嗰時一啲煙頭咧焫着咗啊！咁當時呢段片段係一個女子喺度拍緊啊，仲喺度質問個工人啊，你哋喺度食煙啊！哇，搞到個工人當場好驚咁樣望一望嘅。咁聽翻啲居民咧話咧，呢個屋苑嘅外牆維修期間啊，已經有多名工人啊被拍到啊喺棚架嗰度食煙嘅，所以都好相信啊，因為呢啲相關行為啊，令到今次嘅火災咧而起火嘅啫。咁另外，琴晚小紅書啊就好多誤傳啦，就話深圳啲消防車已經嚟咗香港啦。咁搞到最後政府咧就喺度澄清啊，話目前咧都未向大陸咧要求支援嘅。因為琴晚咧小紅書影到啊，有好多消防車喺深圳嘅蓮塘口岸過境啊。但原來嗰啲片段咧就唔係真實嘅情況啊。咁其實喺今年3月啊，粵港澳三地咧曾經試過咧消防單位啊做過一啲聯合啊嘅義演啊，即係有啲突發事件嗰時咧，大家係點樣去互相幫助啊？咁當時係表示有4台嘅廣東省消防車，就以兩地嘅車牌啊，就喺深圳灣口岸咧直接過關啊，就參與香港嘅演練嘅。但琴晚咧佢哋就冇參與過呢件事嘅，因為今朝我睇新聞嗰時啊，佢話消防員佢哋本身其實都好多人過去到嘅。咁今朝我直頭睇到佢哋話派咗800人啊去做搜救隊啊！咁當然啦，我見今朝啲記者問啲問題都幾尖銳下，有人問消防處啊，點解見有段時間咧，你哋好似都係得2條島好似2、3條島嘅雲梯去救火啫？咁當時就想佢哋答覆啦，不過我見佢哋有時啲消防公關都好犀利啊，就冇正面答到你個問題嘅。佢話呢個純粹一個策略性嘅救火嘅 planning 啊，咁我就唔知咩策略性啦。即係我若然大家有睇新聞都睇到噶，我有啲時間咧，佢哋好似得咁少嘅水口喺度射緊啫，同埋香港啲雲梯啊，其實最多都係去到10幾層樓啫。喂，老實講，其實我記得咧3年前啊，消防局咧曾經講過話去過好似歐洲嗰啲地方啊，當時話想購買一啲無人飛機嘅救火設施啊，又話想買一啲機械人救火設施啊，咁收尾唔知係咪經費問題啦，就冇買到啊。都有人喺度問嘅，其實而家消防局啲救火設施夠唔夠啊？有冇老化嘅問題啊？因為好多人都關心啊，點解可以蔓延到咁多棟大廈呢？即係甚至有人喺度問啊，有啲地方如果你未蔓延之前，有冇諗過喺其他大廈都射水喺嗰啲棚網啊，令佢因為有水喺度嘛，就冇咁容易燃燒嘛，真係。咁有啲人話覺得消防員當時冇做呢啲措施添。咁當然啦，即係我唔係消防員，我又唔係好識解答嘅。但只不過有人提議話，喂，你見到有幾棟開始蔓延嗰剎那，因為當時最初唔係燒晒7棟嘛，真係。咁會唔會喺其他某一啲棟嘅大廈裏邊咧，開始都噴一啲水，令佢冇咁容易着火咧？真係，其實真係唔好睇輕啲火舌啊！我見有啲火舌啊，直頭飄到去附近啲學校添啊！咁另外因為呢單火警啊，咁所以今日大埔佢哋嗰邊啊，就有30
9條嘅巴士路線改道啊。咁所以政府咧都呼籲咧，大家若然要坐交通工具去市區咧，就最好坐港鐵啦。咁另外有13間嘅大埔嘅學校啊，就今日要停學啦。咁另外啊，政府啊就將大埔雲福苑咧設立咗一個限制飛行區啊，就喺2025年11月27日早上8點至到2025年11月30號早上8點咧，若然未獲授權之下咧闖入呢個限制飛行區嘅小型無人機咧，咁實屬違法，最高可以判刑就罰款10萬元同埋監禁2年咁呢方面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咁另外大埔有3間24小時經營嘅麥當勞分別喺大埔區太和同埋昌運就為火災居民就提供免費食物同埋飲品以支援受影響嘅人士而稍後早上更有同事就將1000份早餐就送去東昌街嘅體育館、東昌街社區會堂、富善社區會堂、太和鄰里社區中心同埋大埔區社區會堂咁若然有需要嘅人士都可以留意一下。老實講呢個屋苑每一棟就有31層樓啦，咁每一層就有8戶咁計一計都有成1730咯。你仲要留意雖然有一棟未受波及但嗰棟都唔可以住人㗎，因為你唔知會唔會出事嘛。所以總共其實係有1984個住戶受影響今次。咁每一間屋裏邊仲要住好多人呢，係咪？所以今次嘅人數即係受災嘅人數都非常之多。咁雖然救火中途就見有啲人出帖文就話消防員只係救人唔救寵物就被人投訴啦。咁但係我見新聞，我見有消防員都好似救隻貓出嚟嘅，即係只能講係睇情況而定咯，就唔係話一定唔救嘅。咁但係重量梗係救咗人先啦，即係有時你要諗下，若然佢救緊人嗰剎那又救緊隻寵物，中途又見到個人但係人數有限咁嗰剎那唔通放低個寵物而唔救個人咩？你明唔明咁冇辦法，所以有時咧我都明白佢哋要作出取捨嘅。咁另外見有市民拍到開始起火嘅初期哇喺10分鐘之內啲火咧已經升到去4樓跟住仲迅速就變成一條巨柱咁樣燒上去隨後咁樣咧再攻入咧室內裏邊就再波及整個屋苑咁其實今次嘅事件就令到好多人針對嗰啲爬網係咪符合標準咁曾揭發沙中線鋼筋弊案嘅中科監察主席潘焯鴻呢就痛批而家香港嘅法例明定只要棚架搭建於住宅大樓就必須使用阻燃嘅爬網但實務上呢就屢屢都有人違規咁佢仲表示曾經自己呢都去過唔少次消防處勞工處房屋局投訴呢啲不合規嘅爬網但始終呢都未見有部門呢去正視佢仲話呢啲官員有少少好似闊佬懶蟻添搞到俾啲網民喺度笑明明呢啲爬網呢係阻燃嘅，而家變成助燃。而潘焯鴻更加指出爬網具呢就有陽燃、陰燃同埋滴燃嘅特性有時表面呢你睇呢好似冇明火嗰時其實陰燃呢已經可能持續蔓延嘅，即係可能有啲火呢其實係透明你睇唔到嘅。而燃燒後滴落呢溶膠呢就會帶嚟大火就飛散即係啲火舌俾強風一吹呢就送出擴散咁所以佢都呼籲應該盡快送出檢查一啲涉事嘅爬網讓證實違規就應該就嚴重追究啲承建商同埋相關嘅單位負責避免類似嘅悲劇再發生咁所以而家都好多市民喺度都好擔心喂，好多一啲工程其實佢嗰啲爬網合唔合規格即係而家係講全港要檢查下嗰啲工程嗰啲爬網根本合唔合規格尤其是有人住緊嗰啲即係要進行大廈維修外牆嗰啲嗰啲爬網更加要檢查一下咁我見有記者有問到佢話今次拯救之中呢邊一棟樓宇係救得最多嘅？咁消防有講嘅係雲昌同埋雲泰就救得最多嘅。咁我再 update 翻一啲資料咁喺今朝6點鐘嗰時就話佢哋共處理咗呢就100名死傷者其中有40人呢就現場身亡另外有4人呢就送院後死亡嘅。
咁另外醫管局啊，就喺今朝早6點嗰時啊，就總共有58名嘅傷者就送咗醫院嘅。咁當中有15人危殆，23人嚴重，16人穩定，另外有4人出咗院嘅。咁呢樣嘢我仲有一啲更新嘅有關嘅火災消息咧，我稍後再報告啊。咁今日新聞講住咁多先啦，遲啲再分享其他新聞，係咁啦，拜拜。